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首先，我们看这一章，就偶益大师你们大家都了解了，因为之前师父经常报告介绍。那偶益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，他讲这句话，他说：“光受名号，光受名号，皆本众生建立，以生活平等，能令持名者，光明寿命，同佛无异。”很重要一个内容。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我们都知道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的代表，对不对？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。光我们代表智慧了，寿命呢，它福报寿命很长久，很长久。所以无量光、无量寿这个光明的名号，这是怎么出现的呢？什么产生的呢？是阿弥陀佛，都是依据众生的需要，为了要让众生，比如说你在世的时候，看到众生多灾多难凶多吉少，因为业力束缚业力束缚住了，我们业障深重，无量的罪业来这个世间投胎，我们呢是带业而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身不由己，果报如果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开始苦难受苦受难，很多不幸的、不如意的、不吉祥的事情就出现。那么阿弥陀佛就是要成就这个名号，让我们众生在世间的生活过程里面能够洪凶化吉，让你能够避灾呢，能够避灾趋吉趋祥，趋到走向那个吉祥的道路。所以佛就是想办法，一定就是要成就这个名号，来救我们一切苦海众生。所以都是依据我们众生的需要，为了要断你的烦恼，为了让你能够了解世间的真相，为了让你能够解脱生死，为了让你能够不要堕落轮回，让你能够到西方成就佛道，都是根据众生的需求而建立这个光寿名号。他的名号建立并不是为他自己，我们一般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私心，这正常的。但是佛呢，不是，他所修行的、所付出的，为我们众生所建立的一切功德，都是放在名号里面。都是在名号里面，所以这个名号的出现，完全就是依众生的需求、众生的需要，我来成立这个名号，让众生按照你的期待、你的希望，然后求平安就平安，求长寿就长寿，求吉祥就吉祥。各位，那甚至于最后让你去成佛，他都要随心满愿。名号里面的功德，一切记住，所以名号就是依众生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，成就起来的。所以生佛平等，所以因为这个众生跟佛是平等的，这个名号里面就是纯粹，就直接就是为了众生而产生出来的东西。并不是说，我认为我成佛了，我名号做什么？我慢慢再考虑。不是，佛的为什么能成佛？就是因为要成就这个名号。他知道用名号让众生一称念，大家都可以解脱。所以这个名号里面是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，能使得所有称念名号的人。持就是你抓着不放，你能够紧紧的把这句名号呢当作生命源程，紧紧的持念它，专注的在称念它。那么光明的寿命，你的光明跟寿命同佛无异，你的智慧你的寿命寿命很长很长久，这样的状况呢，跟佛是没有差别的。跟佛是没有差别，因为你一称念这个名号，就已经佛的一切的功德就布施给你了。
佛的功德就转移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名号代表佛的全部修持的结晶，功德的浓缩。所以它放在名号里面，你一成念一成念，你的智慧跟他的寿命呢，就跟佛完全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，完全是同样的，没有差别的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念佛？哦，原来我们能够增长寿命、增长智慧，而且了脱生死、成就佛道，就都在这个名号里面。蕅益大师，很多人呐、背后就是在赞叹他，好像就是释迦佛陀的转世一样。他智慧高超啊，正量啊，正量特别的让人家很钦佩。就是知道说他就是成愿再来的修行人，成愿再来的修行，所以他讲出来的话，让我们非常的信受奉行，不敢怀疑。哦，原来我们持念名号就跟佛是相同的，没有差别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念佛啊？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它的重点就在这里。好，我把这一章呢，把内容它的重点告诉大家。希望我们大家互相共勉啊！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